小解口语测验的得分策略。口语测验分为3个部分：附送、看图表达、口语表达。我们会从简单的题型开始，再慢慢增加难度，最后是比较需要延伸思考才能回答的问题。第一部分附送就是跟着音档念，它没有文字，只有语音，我们要仔细的听，一定要听到叮一响后才能开始念，否则就录不到音，我们就没有分数了。现在请听范例。你按到乜个名？你按到乜个名？你按到乜个名？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如果客语发音不标准的话，是很容易被扣分的。以下介绍3种需要特别注意的发音。第一，声母呢的字我们要念正确，不可以念成呢。例如狗年，过年不可以念成狗年。第二，双唇音 M 收尾的字一定要闭唇，例如衣服、伞不可以念成伞。第三，尾音收 b、的、g 的字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念得很短促，因为它是入声字。例如发、set、抽